真係冇諗到啊！依家珠海十字門、中海環宇天下都頂唔住啦，年底推出60套公抵特價單位，單價呢2字頭，即可上車。樓下就係十字門輕軌站，對面就係我哋嘅十字門華發商都啦，衣食住行通通搞掂晒。喺十字門想要住得舒服，一定係中海環宇天下。以前啊，大家覺得佢貴，今次呢批公抵特價單位真係平。嗱，前面就係澳門塔同埋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啦，通通可以望到晒。114方，整咗細咪幾嘅開間大客廳啊，廚房 LDK 個設計，包括西門子嘅細件圖，呢啲賭台都係做好晒，交付標準。入門做咗一辣衣櫃啊，包括我哋頂上嘅大金中央空調。過嚟睇下休息區啊，呢套單位呢，一共係做咗4間房嘅，現樓即買即收樓，冇任何嘅風險。配啲家私電器呢，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主人房啊，仲係做咗套間嘅設計，同樣都可以望到澳門嘅景觀。依家呢，最後推出幾十套公抵特價單位，仲有97嘅3房、80方嘅3房1衛，單價2字頭，即可擁有。中意嘅 call 我睇樓。